那老是没有空间可以做事啊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除应用设定，点按应用设定，应用管理，删掉一些很少用的程式。不能乱删，万一删到不能用，麻烦。按摩手掌下部分是肾上腺反射区，双手放在两个膝盖之间，两脚膝盖之间，然后用力摩擦。双手掌放在两脚膝盖中间，然后用力摩擦，很快就会热起来了。哦，天气冷的时候，双脚膝盖夹着双手掌，手掌根部的靠近手腕的那个地方有厚厚的肉，那边摩擦，都摩擦出有声音了，很快就会热身起来。那个手掌下部靠近手腕的地方，那是肾上腺反射区。那占用记忆体5.29G，这一台常常有用LINE线上上课，还有把档案传到 LINE Keep、LINE 的记事本，影音图文连接，那影片的存3个月90天，其他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3个月90天，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那个占用记忆体最大了呢？LINE 5.29G 占用最多，再来可能就是那个抖音了，然后才是脸书还是那个 YouTube 的。你看抖音3.38G，
它删掉，然后再有需要再重新下载。下载要小心，会不会那个1个月以后要收钱？要注意啊，小心扣款的问题。竟然用到这么多种程式，占用这么多记忆体，占用到不好工作了，常常显示什么程式没有办法使用。智慧镜头还可以搜寻相关的，照了相，然后那个影片的主题，照相片的主题，给他一个标题以后，他就会找到那个相关的很多资料。智慧镜头，也有收音机，调频收音机，你看，也有录音机，录成声音档，还有荧幕录影、荧幕截图、荧幕照相呢。有这么多种程式啊，也不能随便乱删啊。CapCut 是剪映啊，剪映。你看它显示这个没有办法工作，你看什么空间不足了，可能我们可以删了，看看它怎么删。清除资料，原来可以这样清除暂存呢，可以这样清除暂存。对对对，按下去就可以处理了。怎么还是显示那么多mega了？你看Facebook 了，按下去1.21G，来清除资料，按清除资料，清除暂存，清除暂存，按确定，清除暂存。
要重新操作一次，还是1.21G。按清除资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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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看到吗？清除资料的位置最右下角，按下去，清除应用程式暂存，清除应用程式的暂存。有没有变比较小了？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差呢。试试看 Google Play Service， 按下去，清除全部资料了，清除暂存了才能够用了。清除全部资料就等于，移除了嘛，移除程式了。Messenger 有没有看到？脸书的那个 Messenger 通讯呢？按下去，清除资料，按清除暂存，清除暂存，确定。清除全部资料会怎样？永久删除这个应用程式所有资料，删除内容包括档案设定、账号、资料夹、应用程式暂存。